今日我哋嚟到中山市港口鎮嘅上城世紀公園。各位，今日嚟睇一間公寓。複式嘅公寓大家睇過好多啦，平層嘅公寓大家都可能睇過唔少。但係過千尺嘅平層公寓大套房，仲要有靚景嘅市場上面供應，真係唔多㗎。所以今日專登帶埋佢嚟一齊睇一睇。唔講咁多，睇樓先。首先入到嚟呢個單位，我哋可以睇到裝修同埋保養都做得非常之唔錯。經過少少嘅玄關位，我哋見到已經安排咗一張6人用嘅餐台，用膳嘅空間都非常之足夠。食完飯當然就要返過嚟客廳輕鬆一下嘅。客廳呢個部分大概有12尺闊，電視同梳化嘅距離絕對足夠。而喺客廳嘅側邊安排咗一個好開揚嘅露台，望到呢一個景觀，你哋覺得點呢？咁開揚嘅景觀唔係個個屋苑可以揾到嘅。而沿住呢度行過去，可能都唔使2分鐘，就係我哋中旅榮里往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啦。而家睇下我哋嘅休息區域。首先，第一個洗手間做咗乾濕分離嘅名廁設計，跟住係我哋第一個嘅房間。呢度做咗到頂嘅衣櫃同埋雜物櫃，我哋做客房就最適合啦。跟住落嚟就去到我哋第2間房間，呢度嘅景觀真係靚到連佢都睇到唔捨得走啊！呢間房嘅空間足夠我哋安排一張雙人床，再加一個大衣櫃。最後我哋過嚟睇下我哋嘅主人套房。同樣放咗一張大嘅雙人床之後，做到3邊上落床，同樣亦都有一個到頂嘅大衣櫃。而最重要嘅就係呢間主人套房相連一個私人嘅露台，望出去嘅呢個景觀，其實係我哋屋苑旁邊嘅一個濕地公園，無敵嘅靚景，你哋鍾唔鍾意呢？最後呢一個係我哋嘅套房嚟㗎嘛，梗係有我哋嘅私人浴室啦。呢度同樣係乾濕分離名廁嘅設計，空間感亦都唔錯。最後就睇埋我哋女王嘅私人空間廚房啊！呢度做咗 L 型嘅設計，無論你想煮返碗餐蛋麵做宵夜，定抑或煮中餐西餐都應該夠晒用。而喺旁邊仲有一個生活露台，擺返個雪櫃或者其他嘅雜物就啱啱好啦。各位睇完樓啦，覺得個景係咪都好靚呢？仲有呢度樓下就係搭直通巴士返香港嘅中旅直通巴士站，對面就係萬文匯商場，裏面戲院、健身室、超市、食飯，乜嘢都有。行過啲仲有一條食街，好多唔同口味嘅小店。再行過少少就係街市，本地嘅超市。生活設施全部齊晒，你哋鍾唔鍾意呢？如果你覺得3房太大嘅，睇埋呢間2房嘅啦。嚟到呢度同樣係上城世紀嘅平層公寓，不過呢度只係得800尺左右，有2間房，比較細少少啦。所以唔帶貓仔嚟睇樓先講啦。呢一個單位會比較細啲，800尺左右，所以食飯嘅餐台
都係細啲，4個人啦。廚房又細少少，一個長形嘅廚房，亦都有一個生活用嘅露台，攞嚟擺放下雜物嘅。返到過嚟我哋嘅客廳，雖然冇頭先嗰間咁闊，但係電視同梳化嘅距離都足夠嘅。出返嚟個露台個景，亦都冇頭先嗰個咁靚。但係都望到好遠㗎。如果由露台望返入嚟我哋嘅客飯廳，好似又唔係細好多，所以真係要實地睇樓㗎。跟住我哋又過嚟比較下個休息區啦。一個洗手間嘅設計，乾濕分離嘅名次，同頭先嗰個比細少少啦。呢間係細房，同頭先嘅房間比，佢係會比較細啲嘅。我嚟做客房咯，或者做衣帽間。另一邊係主人房，一張大床擺咗之後，做到3邊落床，空間感都唔錯嘅。同樣有到頂嘅大衣櫃。出返嚟睇返個客廳，講真啦，其實都唔細㗎啦。同樣係上承世紀嘅公寓，同樣係平層嘅單位，不過呢度大概有800尺，比頭先嗰間細一啲啦。2間房嘅設計，冇套房㗎，所以貓仔就冇份咯。你哋鍾唔鍾意啊？或者你哋鍾意邊一間多啲咯？話俾我聽啦，我哋過嚟睇樓。呢個係第一間1000尺3房無敵靚景嘅單位。佢嘅租金係2700蚊人民幣。跟住落嚟係第二間比較細啲，800尺左右，2間房冇套房嘅設計。佢嘅租金係2000蚊人民幣。鍾意嘅搵我啦！請你繼續關注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中山食好住好玩釘嘢啊！下集再見。最後梗係要同大家睇下上承世紀呢度有啲乜嘢生活嘅配套。首先，樓下就係中旅榮里嘅直通巴士站，每日有10幾20班車往返㗎。而行過對面就係一個集合咗飲食娛樂嘅綜合商場，叫做萬民匯。商場裏面我哋有戲院，亦都有一間健身會，有一間2層高嘅超市。今日我就喺超市買咗啲大閘蟹同埋幾隻生蠔添。我亦都好鍾意呢一款嘅水牛鮮奶，其他日常用品當然有齊晒啦。呢度仲有好多我哋熟悉嘅品牌食飯嘅地方，好似酸菜魚啦，又或者一啲食牛肉火鍋嘅，仲有食椰子雞嘅。呢間嘅手工麵又幾好食喎。附近有一條食街，有好多小型嘅店鋪，食餃子、食排骨飯，或者你需要買麵包，定係去飲一杯9個9嘅美式咖啡，定抑或你鍾意飲檸檬茶呢？而到咗5、6點之後，呢度就有一條晚飯宵夜街，會有更加多唔同嘅口味。2條街每日試一間，真係有排食㗎。而喺附近仲有一啲地道嘅街坊酒樓，好似呢一間咁，我就覺得幾抵食嘅。如果喜歡親自下廚嘅，我哋仲會有本地嘅街市，或者本地嘅小型超市、大型超市。喺呢度，無論生猛海鮮、豬牛羊雞、蔬菜、生果、日用品，全部有齊。仲有關注我哋雙峰鼻塞嘅本地診所，或者本地嘅牙醫診所。而最重要嘅，當然就係我哋世紀21眾賢地產啦。唔好介意，我幫自己賣下廣告先。